大家好，我係主持 Tony。今日咧，我哋嘅嘉賓主持發哥哥佢就出咗差，咁就唔同我哋一齊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好榮幸咧，就邀請到香港鞋總會永遠榮譽會長就梁日昌梁總嘅，多謝梁總上嚟，咁啊，我哋先將個波咁啊交俾梁總，梁總咧就會有3分鐘左右嘅 TED 時間，麻煩梁總啦。大家好，我係香港鞋總會永遠榮譽會長梁日昌。咁啊，今日我呢個題目咧係鞋字半邊難，但亦半邊佳。其實呢一個字咧喺我哋鞋行裏邊咧，就特別是喺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咧，咁我哋通常都係喺啲工場嗰度，因為我哋係屬於前鋪後居，就60、70年代好多嘅香港工業都係咁樣生存嘅，咁就都會聽到啲師傅做鞋嘅師傅同我哋講鞋字半邊難，但亦半邊佳呢一句。咁但係當其時我自己太細個，你話我哋就係感覺到中華文化喺文字上嘅威力，哇！原來拆開個鞋字，左邊可以寫成一個難字，右邊可以寫成一個佳字。咁咧就直至到當然近期咧，實講得最好呢句嘢咧，就應該係阿羅啟銳先生。咁喺佢嗰個《歲月神偷》嗰段片裏邊咧，佢又好精確咁描述到鞋字半邊難，但亦半邊佳呢個意思。咁咧，我咧就用另外一個方法嚟到表達呢段文字嘅意思。咁咧就有呢一幅嘅圖畫，呢幅圖畫裏邊咧就中間呢個人物咧就係我嚟嘅。咁咧就我喺一個埃塞俄比亞呢個地方就進行開荒嘅活動。嗱，難嘅地方咧就係話，如果失敗嘅話咧，呢個咧就係一個墳墓；成功嘅話咧就會豐厚獲利。咁啊，呢個咧就係我嘅版本去演繹鞋字半邊難，但亦半邊佳。但係總嘅嚟到講咧，我覺得人生係有好多嘅困難需要去面對，難也好，容易也好，一步一步走落去，大家都會有好日子過。多謝。我知道咧就相當難得嘅係啦，咁啊又做鞋係啦，跟住咧又可以去到非洲開廠，咁啊並且咧做得好成功，係有非洲鞋王嘅稱號嘅。係啦，喺非洲拓展市場嘅時候，有咩難處咧？最大嘅難處可能喺邊度咧？點樣去克服咧？嗱，其實首先咧就剛才主持人提到市場，其實唔同人咧對市場呢個字咧都有唔同嘅解釋。對於我，因為一個製造者嚟到講咧，我講市場嘅時候咧就係一個人力市場，因為當地一個豐厚嘅人力市場。咁當然，如果我賣個產品咧，就係話我有冇一個銷貨嘅市場？呢個就兩個唔同嘅市場。咁其實我哋去到當地最主要咧就係睇到佢當地有一個皮革，佢當地嘅人咧最主要係以食羊為最主要嘅食料。咁咧就變咗咧就有好多高山羊愛嚟製皮。咁喺我未去之前咧，呢個國家咧都已經積極發展緊佢羊皮嘅製造工業，即係皮革製造工業。咁正正咧，我哋後來咧就見到，原來佢好多嘅皮杯啊，或者原皮啊，都係運去意大利進行加工、染色、製造成皮。咁於是乎咧，我哋就有呢個設想啦。首先就係原材料佢比較充足，咁我哋就基於呢個原材料喺當地有充足嘅資源嚟到去考慮，咁然後咧就喺嗰邊做鞋面啦，甚至乎成型啦，一步一步咁去做。梁總嘅 case 咧就令我諗起咧就好耐之前咧喺網絡上面睇過嘅一個小故事啦，就係話即係話我個商人咁樣走去非洲咁樣見到當地人咧就係冇着鞋嘅，咁啊有人就係話哎呀，咁我着鞋，咁啊係好難開拓市場，咁佢又就走啦。咁另外一個人就啲人唔着鞋，咁實際上個市場個潛在嘅市場都好大喎，所以佢就係開始投資啦。咁後尾呢個人就係賺到盤滿啦，係啦。咁啊，我諗起咁樣嘅 case 啦。咁我都諗到就係話，我都知道咧就係梁總咧就係去咗非洲係啦。咁啊就投資，咁啊喺比較短嘅時間裏面咧就即係叫做有獲利啦。咁即係都係應咗頭先梁總講嘅係啦，鞋亦半邊佳，可唔可以講一講好嘅呢方面咧？其實當地咧除咗話皮革資源比較豐厚之外咧，
其實佢嘅發電嗰能力都好強，因為佢係屬於尼羅河嘅上游，嗰個高度咧足夠咧就發動到好大嘅電力，咁甚至乎咧仲可以賣去鄰近嘅國家。咁對於我哋工業嚟到講咧，特別是我係10年、11年喺當地設廠嘅，其實喺呢10幾年裏面咧，基本上可以講咧，我哋未有停過電，電力咧係十分足夠。就只不過咧，你話電力好足夠咁啊，特別是喺面對當前能源危機嘅情況之下，咁你咪好着數咯咁樣。咁電力咧，我哋係冇問題嘅啊，每日開工收工真係冇停過電。唯一一樣嘢咧就係燃油的，而且確佢喺運輸方面咧仍然係十分之依賴。咁啊，形成咗我哋喺嗰個貨運上邊咧，都面對幾大嘅挑戰。就住呢個問題啦，咁我哋依家都知道咧，就伊朗嘅嗰個問題啦，即係美以伊朗嗰個戰事啦嚇。咁就即係對於話我哋嘅非洲大王嚟講係啦，咁就即係叫做係中東嘅地緣局勢緊張，咁對你哋嗰個影響有幾大？我哋簡單講到少少。嗱，好多朋友咧，即係見到我咧都話：哇！你哋搬咗非洲，咁理論上應該好着數喎，係嘛？呢個對等關稅又冇，啊，咁你發電又發得咁足，咁照計冇乜問題啦，應該發到豬頭咁啦，咁其實咧事情就有兩面睇嘅，因為咧就霍爾木茲海峽固然之係一個關鍵嘅因素，令到能源危機出現或者缺乏，咁但係咧紅海嗰方面嘅情況都唔好在裏邊，令到咧整個交通運輸嘅系統咧係深受打擊。咁不幸地咧，就埃塞俄比亞雖然係有充足嘅電力，但係咧運輸交通系統仍然深深俾呢個石油牽引住、牽制住。佢好多嗰個即係仍然都係耗油嘅貨櫃車，即係佢哋仲未去到用電動嘅電力嘅拖頭，全部都係燃油性嘅拖頭。咁喺呢一方面咧，就變咗咧，我哋就算做完呢一貨，我哋都冇法子運過。而且咧，我哋喺運入去嘅原材料裏邊咧，好多時咧都因為也門嘅胡塞武裝啊，嗰個影響，咁就令到咧紅海呢個條航道咧，經常都出現延誤啊、遲緩啊，咁變咗我哋個原材料運去當地咧，其實係有相對上比較有嚴重嘅延誤，一般已經去到45日，咁情況咧係需要擔憂嘅啊。至於到出貨嗰方面咧，冇錯，我哋雖然間廠冇停過啦，可以照繼續生產啦，但係原材料嚟慢咗，我哋出貨都會慢咗。出貨慢咗之餘，運貨落去碼頭嗰度，又有一個額外嘅成本，同埋燃油不足，令到我哋揾拖頭好困難。幾個問題疊加喺埋一齊，其實咧最終令到我哋嗰個產品嘅準時交貨出現問題。亦都令到係我哋嗰個運輸成本有所增加，咁呢啲都係一啲大家估唔到嘅一啲挑戰。美以伊戰爭繼續落去咧，可能遇到啲挑戰係啦。咁就咁點算咧？係唔係適當傾翻梁總咁嘅意思？係咪適當將公司一啲產能又搬翻嚟嗰個我哋大灣區呢度咧？係啊，即係呢一個已經係一個最簡易嘅方法，對於我哋嚟講。咁我哋亦都同啲客戶傾，就爭取佢哋同意我哋即係移咗翻嚟內地嗰度做生產。包括嚟講咧，楊總咧有冇咩建議俾呢啲後來者可以俾到佢哋？我覺得嚟緊呢幾年咧，特別是喺特朗普嚟緊呢3年咧，如果係話將個生產基地移去其他地區嘅話咧，咁大家不妨可以耐心啲等一等，就因為當我哋移出去嘅時候，我哋面對嘅就係要即係當地嗰個生產成本嘅優勢，同我哋國內對比是否合乎經濟原則，
另外一方面當然咧，亦都要睇下你個客戶有幾堅持，你一定要搬咗落去。咁確實我哋喺日常見到有啲客戶係好堅持嘅，咁我哋都係盡量用說服或者係短期移返嘅方式嚟到去處理佢。喺大形勢上，我未見到話啲美國客戶真係好中意移翻去內地但係即係呢個民意個轉向喺嚟緊未來係咪會改變咧？咁呢個我哋都要靜心啲睇啦。明白，係啦嚇。咁就有一個相關嘅嗰個話題嚇。咁行業咧就我哋知道咧，即係隨住時代變遷咁樣，要面對唔同嘅挑戰咁樣啦。咁過去我諗就係話其中一個挑戰就係限制出去啦嚇。咁即係一兩年咧，另外一個新嘅挑戰就係AI 啦。咁佢而係挑戰，而係機遇啦，係啦。咁楊總可唔可以同我哋講，即係你哋公司或者你哋行業，即係面對 AI 咁嘅一個大潮流，係啦。咁你哋點樣去應對呢個挑戰或者應對呢個機遇咧？其實 AI 對於我哋行業幫助都好大。我哋已經見到好多嘅機器設備咧加入咗 AI 嘅元素。咁因為畢竟我哋係製鞋業咧，我哋使用嘅機器咧，我而家見到咧好多已經係用，或者佢用視覺分析嗰部機器可能已經係拍咗照片，咁咧佢就可以話，即係自己就已經可以話到俾嗰部機器知點樣去車線。或者佢可以分到一啲油膠水嘅位置打磨嘅位置佢完全可以做得到。咁呢啲咧都係令到我哋喺AI 使用場景，令到我哋嗰個人力成本係減低咗。咁嚟緊嗰個爆發性可能會更加強。咁主要喺銷售方面咧，我哋自己都即係我自己都有玩過，就係用豆包就自己打一段文字落去，咁就可以介紹到對鞋係咩情況，然後發翻上去朋友圈或者係發段短片出去咁甚至乎如果你話喺一啲平台上邊 Amazon 咁樣，可以直情將段短片係擺埋上去。因為如果以往我哋做咧喺 Amazon 裏邊擺段短片上去介紹咧，可能都要請人去拍。咁你哪怕你100-200蚊美金一段片咁樣都好啦，咁最低限度我都慳翻100-200蚊啦。明白嘅。咁從呢個角度嚟睇，即係 AI 都係我哋嘅挑戰嚟嘅，因為變成傳媒咧，我哋以前係多多少少有呢方面啲嘢嘛，係啦嚇。咁楊總嘅 case 就係話，咁你睇啲非洲係王咁嘅企業家，佢都要用翻呢啲 AI，咁自己去做 marketing，即係不斷學生嘢，係啦，不斷即係幫自己企業係啦，咁不斷去推陳出新咁樣，係啦。咁我哋呢個行業嘅繼業啦，咁嘅嚇。咁再有一個問題楊總就即係咁多個挑戰啦咁咧今日嘅主題咧又係即係叫做係鞋字半邊難，即係半葉但葉半邊佳，即係話咧即係。我嘅理解咧，即係挑戰以機而並存啦，係啦，係睇你點睇咁樣結合咁從呢個公司嘅角度嚟睇，或者從呢個行業嘅角度嚟睇，即係對楊總，你覺得你未來講新5年，你覺得最大嘅挑戰同最大嘅機遇咧喺邊度我覺得即係當然我哋即係製鞋業咧，其實即係機器設備係我哋買緊翻嚟使用嘅，我哋使用者嚟嘅，即係話我哋喺個場景裏邊。能唔能夠用得到？係咁而家 AI 嘅發展或者係設備嘅發展咧，佢越嚟越係超越，即係我10年之前，即係搬去非洲之前嗰個理解。咁就佢可以令我哋節省到嘅人力成本咧係高咗好多。咁甚至乎喺過去10年，我同其他行業嘅廠商即使唔係做鞋都好啦。或者係做其他產品都好啦，製造商，咁大家都話其實我哋喺過去嗰10年裏邊，即係我哋都已經將個人手，我哋可能減咗40%，但係我哋嘅生產咧係冇跌到嘅，仲有得加嘅，咁嘅話即係其實喺未來裏邊咧，
有咗呢個場景 AI 嘅場景，唔同場景嘅使用咧，可能幫助仲大。係咁，當然你話係一個挑戰嚟嘅，係啊，使用者係一個挑戰，即係你夠唔夠 discipline 去使用佢又係一個挑戰。咁啊呢個但係方向我覺得係找住咗㗎啦。咁未來希望大家有更加好嘅發展咯。明白嚇。咁我簡單總結下啦，咁啊就梁總嗰個今日嘅主題就好好嘅，係啦嚇。咁啊就一件事咧就可以係即係叫禍福相依嘅，係啦，係挑戰都係機遇嘅嚇。咁啊好緊要就係個心態係咪捉住個機遇咁樣樣，捉住個機遇咁啊順勢而起。咁啊前景一定係越嚟越好嘅，係啦嚇。因為始終着鞋嘅人都係多噶嘛，最緊要大家生多幾個。同意嘅，同意嘅。梁總，咁跟住咧就同你進入下一個環節啦，係啦。咁有個叫真心話大冒險，但係有線版嘅，係啦，會簡單問你幾個問題，好啊，即係等我哋嘅觀眾咧，即係從唔同嘅角度，即係認識下梁總咁樣樣嘅，係啦。咁啊幾個簡單嘅問題就快問快答就 OK 嘅，好，係。咁啊我嚟咯哦。咁啊第一個問題啊嚇，梁總最愛嘅食物嚇，我最愛食物意大利麵。點解啊嚇？蜆肉意大利麵，因為我自己煮得最好。第二個問題，最壞嘅餐廳嚇，最喜歡嘅餐廳其實反為我中意大排檔嘅去。咁因為特別有香港風味，因為好難揾啊。係喺石硤尾嗰邊有一個大排檔街邊嘅。係而家發牌越嚟越少啦。係大家要多啲去支持下。叫咩名啊？有冇話嚇？蘇記啊，蘇記係咪？哦，記住啦嚇。咁就第三個問題，中意偏鹹定係偏淡嘅食物？偏鹹定係偏甜嚇？甜好啲。係年紀越大咧，就越需要甜嘅。哦，收到嘅。日常有咩娛樂活動嚇？其實都係同大家一樣啦，睇下啲片啦，學多啲嘢啦。係因為而家好多喺啲小紅書啊，或者係 AI 片啊，都會教你點樣去利用 AI 去使用。收到啊，學到唔少嘢㗎。收到如果梁總有啲咩呢方面嘅嗰個片，都歡迎 share 俾我哋啦。好啊嚇。再跟住最中意咩小動物嚇？狗。哦，點解啊嚇？因為我屋企有隻狗。哦，係叫咩名啊嚇？死啦！突然之間唔記得咗，收到嘅。Louis 啊，Louis 男仔係收到嚇。咁就再下一個問題，最中意邊一個男明星嚇？任達華。任達華點解啊嚇？因為佢做嗰套《歲月神偷》做得好入型入格，因為即係好似我以前見到嗰啲喺工場見到啲鞋佬咁做鞋嘅鞋匠。好有親切感。如果我哋都有娛樂版嘅，如果我哋娛樂版記者咧撞到任達華咧，我哋同你轉達翻。咁就再下一個問題就特別少少嘅。咁呢個問題咧就係曾經有學生哥就問過特首李家超嘅，就好將呢個問題問翻嗰個梁總啦。學生時代有冇欠交過功課啊？我就冇，不過咧就乸西啲，即係做唔切嘅時候或者眼瞓啊，咁就會乸西啲做。咁啊，即係做得，即係我唔係好夠膽唔教。但係咧就乸西啲咧就最多低分啲嘅啫。好學生啊！仲有一個學生時代嘅問題，追問一個嚇。學生時代有冇試過俾老師處罰嚇？呢個難免嘅。乜嘢事啊？講嚟俾我哋知道啊！其實我唔係好記得，我淨係記得我罰咗出面企啫。收到嚇。就下一條問題，即係回顧過去咁多年啦，最難忘嘅時刻嚇，有冇咩最難忘嘅時刻？霎時間諗起嘅。其實最難忘咧就係有一次就全家人就去呢個韓國旅行。咁咧就當其時咧就因為要趕翻去非洲。於是乎咧，整個旅程好似花咗成30幾個鐘喺度遊來遊去，最後尾即係每一程。咁咧就我去非洲咧就只係逗留咗1日。跟住咧又花翻好似
花翻好多個鐘，又飛翻去韓國會佢哋，會入佢哋咁係咁嘅情況。就你就覺得係因乜事好印象深刻咧？係覺得少少對唔住，定係覺得好貧窮啊？兩樣都有，兩樣都有。因為係不停轉機啊，即係你飛咗翻嚟，我記得係好似係喺南韓飛咗翻嚟香港，跟住再去杜拜，跟住再轉翻去，去到當地其實只係做到。即係佢係好急要去做一啲嘢，其實我唔係好記得係做乜嘢。咁就唔知但係做完之後又砰一聲又要翻過去，咁就覺得好未試過咁辛苦咁樣飛法咯。明白屋企人有冇關係？冇啊。咁總體即係叫做工作同埋嗰個生活總體都平衡到。平衡得唔錯。平衡得唔錯，直行過啲平衡到係屋企人已經係。即係佢哋最頭嗰日去到，同我最尾嗰日翻嚟。明白。最後一個問題啦當下想同香港講嘅説話其實香港嚟緊嘅機會都真係好多，特別是我哋見到國家嘅發展真係越嚟越多。香港希望喺15規劃裏邊咧，有更加多嘅發展空間。咁呢處我相信一定會有嘅。咁同埋因為香港係國家最好嘅一個外匯啦、金融啦、籌集資金嘅渠道啦，亦都係世界要聯繫中國要聯繫世界喺金融財務發展上面，同埋喺科技使用上面嘅場景。我相信年輕人可能會有啲擔心，咦？我未來會唔會係更加困難咧？咁但係困難每一個人都需要面對嘅，就困難亦都大家係可以克服嘅。好多個困難其實唔係唔可以克服，咁就只需要大家係俾啲信心自己，一定能夠做到。俾啲信心自己，多謝楊總，多謝晒，多謝。